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常常讲一个人鼻啊笃笃，就是英歌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英读英第一条。英是一款的讲话鸟啊，像咱讲鹦鹉。另外有一款鹦鹉叫做鹦哥，亲像鹦哥毛的车色，咱讲是鹦哥粒。啊，若鼻啊亲像鹦哥的喙共款，尖尖倒高的形，咱讲是鹦哥鼻。另外，佫有古早字典写到较早卖不好囝，讲是鹦哥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鹦哥，这是一款鸟啊，算是鹦鹉的一种，尾溜幼幼长长，差不多30公分长，规身躯拢是青色的毛，红色的喙，头是乌的，四裤位啊有红色，幼幼一抓一抓。第二个词读做鹦哥鼻，这是形容一个人的鼻啊，亲像鹦哥的喙共款，悬、挺、长，还佫有片倒高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新加坡的鸟仔园有咧卖饲料，互人体验饲鸟的趣味。也毋过，都要特别注意，唔通甲这个鹦哥拍青惊。鹦哥若是去惊到，就会夺你的鹦哥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